梨園趣事，過埠唱戲嘅幸與不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講故事頻道。今日我哋唔講鬼怪，唔講愛情，講啲上世紀粵劇梨園嘅趣事。話說嗰陣時嘅粵劇界，真係一個充滿傳奇同八卦嘅地方，尤其係一班戲人，佢哋為咗生活同事業，好多時要離鄉別井，過埠去唱戲。點知呢啲過埠嘅經歷，有啲人係滿載而歸，有啲人卻係鎩羽而返，真是一個幸運同不幸嘅故事大集會。好，唔多講，即刻同大家分享呢啲梨園秘聞。首先，講到過埠，即係離開香港或者廣州，走去南洋啊、星馬啊，甚至遠啲去美國、加拿大嗰啲地方登台演出。點解要過埠呢？原因有兩個，一個叫燒炮，一個叫翻門。呢兩個詞聽落好怪，但係梨園行頭話，簡單嚟講，燒炮即係被班主炒魷魚，翻門就係自己唔聲唔響走人。呢啲都係戲人過埠嘅常見原因，但背後嘅故事真是一個比一個精彩。燒炮呢個詞聽落就知唔係乜好嘢。試諗下，你係一個戲人喺粵劇團入面唱戲，點知有一日班主行過嚟同你講，兄弟，你唔使再嚟啦，即係話你被開除。點解會被燒炮呢？多數係因為你冇衣食。呢度嘅衣食唔係真嘅飯食，而係講你嘅演出態度，或者講你嘅人氣。如果一個戲人成日懶洋洋，上台演出好似冇魂咁，仲要唔小心失場，即係話唔記得出台，或者遲到，搞亂晒成個劇團嘅安排，咁班主點會留你？鎖倉嗰啲負責安排演出嘅人，臨時要搵人頂替你，忙到拆晒腳，試問點忍得你？於是乎，一封燒炮信，你就同劇團講拜拜。被燒炮嘅戲人真係好似斷咗條路咁，喺本地劇團混唔落去，唯有收拾包袱，搭船過埠，希望喺新地方搵到新機會。點知呢啲被燒炮嘅戲人，多數係冇乜人氣嘅角色，去到外埠，好多時都係繼續掙扎，好似一隻斷咗翼嘅鳥，飛唔高，亦都無人賞識。佢哋喺外埠唱完一輪，回來香港或者廣州，雖然冇乜手續限制，可以自由接班，但問題係，班主同觀眾已經唔記得你係邊個，試問點樣再有機會上台？呢啲人真係好似流星咁，閃一閃就無影無蹤。相比之下，花門就好似有啲浪漫色彩。花門即係一個戲人，因為種種原因，喺未滿1年嘅班約之前，唔聲唔響走咗，好似偷偷流出去咁。點解要花門呢？多數係因為債台高築，喺本地混唔落去。試諗下，你係一個有啲名氣嘅老官，可能係唱花旦或者小生嘅，點知因為好賭或者其他亂七八糟嘅原因，欠咗一屁股債，債主成日上門追數，生活亂晒龍，咁你點算？唯有把心一橫，搵個機會搭船走人，去到外埠重新開始。呢啲花門嘅戲人通常都唔係普通角色，佢哋多數有啲聲氣，即係有一定人氣同實力。外埠嘅戲院老闆早就睇中佢哋，仲專登派人嚟同佢哋密爭，話如果你肯過埠唱戲，我哋包你有台燈、有飯食，仲幫你解決一啲麻煩。咁呢啲戲人一聽，覺得好似有條生路，於是趁一個夜晚，人不知鬼不覺，搭船就走，好似拍電影咁刺激。有啲甚至連班主都唔知，直到人走咗，班主先發現，喂，點解我嘅正印花旦唔見咗？不過花門過埠嘅人生
唔係個個都似童話故事咁美好。有啲人以為去到新地方，憑自己嘅名氣同才華，一定可以大紅大紫。點知現實好運地，有時係因為運氣唔好，有時係因為新地方嘅觀眾口味唔同，佢哋嘅演出唔受落，結果混咗一輪，攞唔到成績，回來香港或者廣州，仲要依約賠錢俾原來嘅劇團，因為佢哋違反咗班約。更慘嘅係，回來嗰陣已經變咗過氣，當年嘅風光同人氣早就煙消雲散，連戲迷都唔記得佢哋係邊個，真是一個慘字。講到呢度，我同大家分享幾個真實嘅例子。話說上世紀有幾個好出名嘅戲人，例如小丁香、陳醒漢、童新蘇蘇，佢哋都試過因為種種原因花門過埠。小丁香呢個名字聽落就好似一朵清香嘅小花咁，佢係當時嘅第2最佳花旦，喺何浩全嘅劇團入面係大紅人。點知因為一啲私人問題，佢突然間花門走咗，去外埠唱戲。佢諗住喺新地方重新開始，點知回來嗰陣已經唔同晒。何浩全好俾面，仲專登請返佢做高升樂嘅正印花旦，以為可以再創輝煌。點知出乎意料，觀眾已經唔記得佢，甚至覺得佢嘅聲同色都唔似從前。小丁香試過再上台，但已經無復當年嘅風采，好似一朵花凋謝咗咁，黯然離場。陳醒漢同新蘇蘇嘅故事都差唔多，佢哋都係有啲名氣嘅老官，因為各種原因花門過埠，點知回來之後，觀眾已經轉咗去捧新人，佢哋嘅位置早就俾人取代。試諗下，當年你係台柱，幾多戲迷為你尖叫，點知過咗幾年，你回來，連後台嘅茶水阿姐都唔認得你。呢種落差真係好難接受。呢啲故事聽落好似有啲傷感，但其實都係梨園嘅人生百態，有人成功，有人失敗，有人東山再起，有人一沉不起。當然唔係話所有過埠嘅戲人都咁唔好彩，有啲真係好幸運，喺外埠打響名堂，攞住一身榮耀返嚟。班主見到佢哋，仲唔即刻同佢續約，當佢哋係保禁宮起來。但呢啲幸運嘅人真係少之又少，好似買六合彩咁，唔係個個都有運氣中頭獎。講到呢度，大家有冇覺得粵劇梨園真是一個充滿故事嘅地方？每一個戲人背後都有佢哋嘅掙扎同夢想。過埠唱戲好似一場豪賭，有啲人贏晒全場，有啲人卻輸到一無所有。但無論點樣，佢哋嘅故事都係粵劇歷史嘅一部分。呢啲趣事唔單止係八卦，仲係一個時代嘅縮影，反映咗嗰陣時嘅人生百態。好，今日嘅梨園趣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哋鍾意聽呢啲故事，記得俾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。下次我哋再講多啲粵劇界嘅秘聞，或者你哋有冇一啲特別嘅梨園故事想我講，留言話我知啦。好，唔同大家講咁多，下次見，拜拜。